福添恶也。6.3下中府失声数，虽有就是未无正。上话下中府是下下也，就是虽有些正向，因夫在道，只能求救。上话虽有些正向也，因夫在道，灵通也。然后，苦有八节上话，苦有八节为正中也。上了苦下时，乃将伊是往用上的时间，上话苦下时上中也。